歡迎入嚟齋聽唔使睇。今日繼續同大家講衛斯理科幻小說頭髮。上次講緊白素衛斯理潛入7層石室，逐層參觀、調查、研究，最後落到第7層，兩人決定死就死啦，一於開電筒，結果兩人當場死亡。呢個結局係冇發生嘅，因為佢哋頭上都套咗主角光環。最後兩人開始打情罵俏，接受過嚴格中國武術訓練嘅衛斯理，居然俾白素推一嘢就跌咗落個傳送棺材度。欲知後事如何，即刻齋聽唔使睇，開始講故事。第15章，唔小心去咗嗰邊。我跌咗落棺材入面，啱啱好跌喺嗰個人形凹槽度，即刻覺得整個凹槽入面有股好強嘅吸力，將我成個人扯落去，幾乎係即刻嘅事。我成個人已經攤平咗，完全躺平，黐住嗰個凹槽。我用力掙扎，想爬起身，但就喺呢一刻，我見到嗰個透明罩已經放落嚟。喺接下來唔夠1秒嘅時間，我聽到白素一聲慘叫，然後見到白素撲過嚟。我係攤平咗瞓喺度，所以可以望到佢驚惶失措嘅表情。同一時間，我嘅身軀好似向後喐，唔係我嘅身軀喐，而係嗰個箱喺度喐。大家仲記唔記得喺我哋入嚟嘅時候，嗰個箱係從一道暗門度伸出嚟，而而家佢以好快嘅速度縮翻入去。所以我淨係望咗白素一眼，就見唔到佢，只聽到佢嘅慘叫聲。呢個時候我都好想大嗌，但係我竟然一粒聲都出唔到，只覺得喺我嘅頭部好似有股好大嘅吸力起勢咁扯住，將我啲頭髮一條條扯到筆直，免費負離子直髮。喺呢一剎那，我居然諗起一個實驗，有個科學家用靜電嚟令頭髮一條條企直。頭髮呢樣嘢對電嘅反應真係好古怪。就喺我頭髮被扯直嘅時候，我突然眼前一黑，乜都望唔到。黑暗只維持好短嘅一陣，最多得幾秒鐘，然後我就進入咗一個好似夢境嘅世界，見到一圈又一圈嘅光環一直向前延伸，而我好似就喺嗰條由無數光環組成嘅光隧道入面前進。我真係唔知我穿過光隧道嘅速度，因為嗰種感覺好夢幻，我甚至望唔到自己嘅身軀。我只係喺感覺上覺得自己係向緊前。我知道好大鑊，但我嘅思想仲保持得好清醒。喺光隧道上前進，本來視覺上係好靚嘅畫面，各種光彩喺度閃耀，真係靚到不得了。但我完全冇心情欣賞，只係好快咁轉念，好快就知道發生咗乜嘢事。因為白素一推，我唔小心跌咗入嗰個有人形凹槽嘅棺材入面，而家我正喺度飛緊去天堂星球嗰邊。喺嗰一剎那，我諗起白素，諗起佢嘅慘叫聲，同佢驚惶欲絕嘅神情。我唔知白素當時見到嘅情景係點樣，唔知佢而家點樣。如果係平時嘅情況，我一定會急到死。但好怪嘅係，呢一刻雖然我諗到呢啲嘢，但我嘅情緒竟然好平靜。我唔知喺光隧道入面行咗幾耐，當我想再搞清楚我係點樣前進嘅時候，眼前突然又一黑。嗰一刻，我只感覺到自己好似穿過咗好多條黑麻麻嘅通道，飛快咁進入咗某啲嘢入面。呢種感覺真係好怪，人點樣可以分成無數碎片，然後進入某件物體入面？但我當時嘅感覺確實就係咁。嗰段黑暗嘅時間一樣好短，跟住就眼前一亮，我見到柔和嘅光線。我即刻四處望，見到有兩個人着住白色長衫，頭髮好長，直垂落嚟，喺度望實我。同一時間，我見到自己都係着住白袍，頭髮居然都好長，坐喺一張凳上，而嗰張凳
仲有個好大嘅罩蓋住。喺罩上面有一塊板，板上有好多細孔。我同嗰兩個望實我嘅人嘅頭髮唔同，佢哋嘅頭髮係垂落嚟，但我嘅頭髮起碼有1米長，竟然一條條向上豎起，直指嗰塊金屬板。一見到呢個情景，我第一個諗法係，我到咗，我真係到咗。我要伸手去推開嗰個透明罩，但手一伸出嚟，我就呆咗。任何人都好熟悉自己嘅手型，而家明明係我伸出手，但我見到嘅手竟然唔係我嘅手。呢雙手比我原本嘅手大咗好多，我嚇咗一跳，即刻縮手，仲下意識咁用呢雙手去摸自己塊面。就喺呢一刻，嗰兩個望住我嘅人露出好開心嘅表情咁講：歡迎，歡迎。跟住佢哋嘅聲音，外面嗰個透明罩自動向上升起。喺一個陌生嘅地方，有太多嘢唔知，總會有種莫名嘅恐懼。呢種恐懼通常會變成敵意。我本來都唔例外，但當我見到嗰兩個人和藹可親嘅面孔，聽到佢哋嘅聲音，我嘅敵意喺一剎那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喺地球上生活嘅人，無論聽過幾多次歡迎，我敢肯定同我呢一刻聽到嘅歡迎完全唔同。以前聽過無數次歡迎，但你可以確定講歡迎嘅人心入面真係好歡迎你。但呢一刻，我真係可以肯定，呢兩個人口講歡迎，心入面真係好歡迎。當透明罩一升起，我企起身嘅時候，佢哋已經行到我身邊，一人一邊，捉住我嘅手，望住我，搖住我嘅手。左邊嗰個話：我哋認識你好耐，但到而家先真真正正見面，我完全唔知佢講乜春，唔知點樣回應。佢哋好似有啲愕然，問我：你唔明白我哋講乜？係唔係儀器有問題？你係唔係講呢種語言？我話明白，我聽得明。但我而家係喺邊度？嗰兩個人笑咗，佢哋嘅笑容好和藹可親，好似嬰兒咁純真。面對呢啲笑容，我覺得無論點都唔使驚。佢哋一邊笑一邊話：你返咗嚟啦，朋友，你返咗嚟啦。我仲要補充一句，當透明罩升起之後，我嗰啲向上企直嘅頭髮已經垂返落嚟。同嗰兩個人一樣，長長嘅頭髮都垂晒落嚟。我係咁重複佢哋嘅說話，我返咗嚟。嗰兩個人話：係，你返咗嚟。或者你唔明白，我哋會同你詳細解釋。我話：我明白，我返咗嚟，我明白。嗰兩個人好開心咁話：你明白，咁就最好不過。我話：我要返去。我點樣先返得到去？我要返去。嗰兩個人用好怪嘅眼神望住我。當我想繼續求佢哋俾我返去嘅時候，一道門開咗，有人行咗入嚟。我一見到嗰個人，就忍唔住啊咗一聲。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個夢入面，我都見過呢個人。不過嗰陣嘅感覺好似喺夢境。而家就係真真實實行入嚟嘅人，我認得佢，佢就係亞丁。亞丁一入嚟就話：既然嚟咗，點解唔留多一陣？我一聽佢咁講，終於睇到啲希望。我話：你嘅意思係我可以返去？亞丁仲未答，又一個人行咗入嚟。當我望向嗰個人時，我忍唔住雙手合十。嗰個人係阿月。阿月話：地球上每個人都想嚟，點解你偏偏嚟咗又想要返去？你遇到嘅機會係地球上好多人都得唔到嘅，呢種機會你點解要輕易放棄？喺嗰一剎那，我嘅腦袋真係亂到爆，我唔知點樣開口好。
我退後咗幾步，攤喺一張凳上，望住亞丁，好似傻仔咁喃喃自語：你哋。阿月笑咗笑，話：你認得我哋，係唔係？其實每個地球人都認得我哋，只不過你嘅認法特別唔同。我完全唔知點回應好，突然間冒咗句蠢話出嚟，係我自己都唔想問嘅問題，但我竟然問咗出口。我問：愛迪生係唔係嚟咗？門又打開咗，阿甲同阿炳都行咗入嚟。阿炳笑咗笑，話：係愛迪生，佢嘅遺傳因子特別突出，所以佢返到嚟。可能你會話，愛迪生唔係衰人嚟咩？佢呃咗尼古拉特斯拉嘅感情，仲同共濟會合謀壟斷市場。佢啲咁嘅人，點解會合資格移民天堂星球？你要記住，喺衛斯理宇宙中，南極都有北極熊。咁喺衛斯理嘅世界，愛迪生係好人有咩咁出奇啫？我喺甲、乙、丙、丁嘅身上輪流掃視。阿甲話：你冷靜啲，喺呢度，你完全冇嘢好驚。本來應該係我哋驚你，但你嚟嘅時候，我哋已經知道你嘅底細，所以我哋都唔驚。你仲有好多唔完善嘅地方，但我相信你可以成為我哋嘅一份子，唔使擔心。呢一刻，我嘅心情慢慢平靜落嚟。首先，我肯定一件事，我返咗嚟。我而家所在嘅地方係地球以外嘅另一個星體。我唔知佢同地球相隔有幾遠，亦唔知佢喺宇宙嘅邊一忽，但我知我返咗嚟。我而家所在嘅地方就係地球人遠祖原本住嘅地方。我返咗家鄉。我因為思緒起伏，冇留意到唔知幾時多咗4張凳。阿甲、阿乙、阿丙、阿丁已經坐低，準備開台。而我最初見到嘅嗰2個人已經走鬼咗。喺我同佢哋4人之間，又多咗一張圓台。我哋5個人變成痴痴呆呆坐埋一台。我問：我係唔係發緊夢？阿丁笑咗：你話係都可以，話唔係都得。阿炳問：地球上嘅情況仲係唔係咁差？我答：好定差，要睇同邊個比較。如果同呢度比，我答唔到你，因為我都唔知呢度其實係點。阿月話：我哋都係唔好問佢問題，等佢知多啲先。阿甲、阿炳同阿丁即刻表示贊同。阿月話：你已經知咗嗰3句記錄儀入面嘅嘢，我解釋起嚟就容易好多。我又問咗個好似唔係當務之急嘅問題：你哋點知我知？阿月笑咗笑：當你嚟嘅時候，唔係你嘅肉體嚟咗，而係你嘅思想光波速嚟咗。你明唔明？你嘅思想光波速嚟到呢度。我嚇一大跳，話：我嘅身體仲留喺地球？阿月點咗點頭，我伸出自己嘅雙手。阿月唔等我問，就話：呢個唔係你原本嘅身體，而係我哋借俾你用嘅身體。至於租金，遲啲先同你計。我話：我可唔可以睇下自己而家嘅容貌？阿甲、阿月、阿丙、阿丁都笑咗起嚟。當然可以。阿甲嘅頭向後微微側咗一下，喺佢頭側嘅一刻，佢有一條頭髮揚起咗。佢嘅頭髮有成1米長。當嗰條頭髮揚起，就喺牆上嘅一個黑點上掂咗一下。發梢一掂到嗰個黑點，一幅好似熒光幕嘅裝置就喺牆上出現。我即刻見到自己同佢哋4個人，連同室內嘅情景。我見到自己係一個幾靚仔嘅男人，年紀正值壯年，裝束同佢哋一模一樣。但呢一刻，我都冇閒情去欣賞自己嘅外形，我只係諗住頭髮。
佢哋可以用頭髮嚟工作。阿甲嘅一條頭髮就可以觸動一個裝置，每個人有幾多條頭髮？如果每條頭髮都可以好似手指咁靈活運用，效率比只有10隻手指操作唔知要高幾多10倍。阿丁望住阿甲笑住話：你嚇親我哋嘅新朋友。佢望向我，用嚟操作特別嘅按鈕，呢個係頭髮嘅用途之一，你都會學識用，保證唔會比你喺地球上剛出世時學點樣用手指更難。我話，我仲以為頭髮嘅功用只係思想光波速出入嘅通道。阿月話，都係思想光波速出入嘅通道，你嘅思想光波速由你原本嘅身體出嚟，進入而家嘅身體。當你嘅思想光波速未進入你而家嘅身體之前，必須通過一部儀器，所以我哋知道你嘅一切，甚至比你自己更清楚你。我點咗點頭，阿月已經解答咗我一個疑問。我又問：永生就係咁延續？阿月話：係，喺我哋呢度就係咁。你仲想唔想返去？我話：我一定要返去。你哋唔明白，我係地球上嘅人，喺地球出世，喺地球長大，同地球有千絲萬縷嘅關係。阿月笑咗笑，但地球人本來就係由呢度移民過去，地球環境又咁差，地球人又咁醜惡。你既然嚟咗，我唔等佢講完，突然間一陣衝動，大聲話：地球既然咁差，你哋點解仲要送一大班你哋嘅同胞過去？阿甲話：佢哋充滿罪惡，必須被流放。我掘住佢，話：如果呢度一切都咁美好，點解會有咁大班罪犯？呢個問題喺我心度憋咗好耐，呢一刻終於問咗出嚟。佢哋4個居然面面相覷，答唔出。阿炳最先開口：你或者可以喺領導人嗰度揾到呢個問題嘅答案。我急忙話：佢喺邊？帶我去見佢，俾佢個電話我直接 call 佢。佢哋4個冇理我嘅胡言亂語。阿丁話：你既然嚟到呢度，當然要搞清楚一切先再返去，我哋冇理由呃你。請跟我哋嚟，你可以睇下呢度嘅環境，再作決定。雖然我唔係好知思想光波速係乜，總之我嘅思想光波速離開咗我喺地球上嘅肉體，唔知用咩方法超越時空限制嚟到呢個星球。呢個星球同地球唔知相距幾遠，係地球上嘅人絕對冇可能突破時空限制到達嘅地方。呢個星球就係地球人類嘅故鄉，即係話我嘅靈魂離開咗肉體，飄飄蕩蕩上咗天堂，進入咗另一個肉體。喺天堂上，我見到嘅人全部係永生嘅神仙，佢哋嘅法力極高，而好多年前佢哋遣送咗一批罪犯去地球，而且佢哋曾經派咗4個人去地球，試圖教化嗰啲罪犯嘅後代。我將亂七八糟嘅思緒略為整理咗一下，就同佢哋一齊行咗出去。我哋先經過一條好長嘅走廊，喺呢條走廊入面，我冇見到其他人，但一出走廊，門外就係一大片草地，我見到好多來來往往嘅人，同時仲見到其他建築物、其他動物同植物。我用其他嚟形容我見到嘅一切，因為呢一刻我見到嘅所有事物都係我之前從未見過嘅，唔單止未見過，連諗都未諗過，全部都超乎我嘅想象力。我知道眼前嗰片綠色係草地，但係我從來冇見過咁靚嘅青綠色，亦冇見過咁軟熟，踩上去咁舒服嘅草地。
我亦知道草地上長滿一簇簇嘅花，但係嗰種鮮豔嘅顏色，靚到令人心動嘅形狀，就連地球上最頂尖嘅設計師都整唔出嚟。我又知道嗰一棟棟嘅係建築物，但係佢哋嘅造型真係好養眼，俾人一種好安心出行嘅感覺。甲、乙、丙、丁，不停迎面遇到嘅人打招呼，嗰啲人亦向我友善點頭。我雖然身處一個完全陌生嘅環境，但係我心入面竟然一啲陌生嘅感覺都冇。我嘅感覺就好似一個離開家鄉好多年，四處流浪，受盡苦楚嘅浪子，突然間返到家鄉，見到啲舊相識，心裏充滿溫馨同親切嘅感覺。我跟住佢哋行咗冇耐，就忍唔住由衷讚嘆：呢度真係一個好地方。連空氣都同地球上唔同。阿月話：梗係啦，地球上嘅人原本就係從呢度去嘅，所有遺傳因子都係為咗適應呢度嘅生活而慢慢發展出嚟嘅。呢度先係你嘅家鄉。喺地球上，所有人都只不過係客家人。人類喺地球上住咗幾十萬年，但人類絕對唔係地球上發展出嚟嘅高等生物。因為地球人到而家都仲未完全適應地球嘅自然環境，地球大氣層嘅濕度多咗或者少咗，就會令人類覺得唔舒服。但呢度唔同，天空係咁清澈蔚藍，空氣係咁乾淨清新，人置身其中，完全唔覺得有氣候問題，能夠好自然咁同身邊嘅環境融為一體，一啲不適感都冇。當我抬頭望天嘅時候，我亦有留意到光嘅來源，同地球上嗰個熱辣辣會曬傷人皮膚同眼仔嘅太陽完全唔同。呢度嘅光源係一個好大嘅光環，發出嘅光芒好柔和舒服，就算你呆呆咁望住佢，都唔會覺得刺眼。我經過咗好多地方，亦經過一個好大嘅噴泉，我喺噴泉底下忽咗啲水飲，我見其他人咁做，就學佢哋咁做。嗰啲清澈嘅泉水，入口有股清甜，飲落去即刻解渴，心情好爽。大約15分鐘後，我行咗入另一棟建築物。喺呢度，我要講清楚，所謂15分鐘，係我對時間嘅感覺。事實上，時間差距好大，呢啲我之後會再講。我入咗一間房，係我之前喺夢境見過嘅嗰間房。房入面有2個人，我亦認出佢哋係邊個。佢哋一個係領導人，一個係阿炳嘅老豆。佢哋一見到我，就滿面笑容咁話：請坐。咁多年嚟，你都係一個好出色嘅人類，我哋好開心嗰個裝置令你嚟到呢度，而唔係其他人嚟到。阿炳嘅老豆話：你已經大概睇過呢度，覺得點樣？好唔好？我由衷咁講，真係好到爆，完全係我無法想象嘅好。阿炳老豆笑住話：梗係啦，你原本就係屬於呢度，所以會覺得好舒服。我坐低咗，甲乙丙丁亦一齊坐低咗。我覺得呢種情景又好似喺嗰啲夢境入面，但係呢次真切好多，唔係夢，而且我仲係其中一份子。我覺得領導人同阿炳老豆好似已經知道我要問嘅問題，所以當佢哋望住我嘅時候，表情有啲猶豫。我哋之間保持咗一陣嘅沉默，阿炳老豆先開口：你想知呢度點解會出現咗一批大罪犯，逼到我哋一定要將佢哋趕走？我點頭話：係。我想知點解會有呢啲人出現。係唔係同地球上一樣，原本就有善惡之分，善同惡有衝突，最後善贏，趕走咗惡？阿炳老豆話：呢件事要由頭講起，如果你有時間嘅話。我話：我梗係有時間，既然嚟咗，我總要搞清楚先走。阿炳老豆皺咗皺眉，我突然又話：你知唔知喺地球上，你有個名字叫
阿炳老豆唔等我講出佢喺地球上幾乎人人皆知嘅名字，就揮手話：我知道，係因為佢指咗指阿炳，然後繼續講，佢喺地球上幫我宣揚。喺我哋呢度，每個人當然都有自己嘅名字，但你唔使知呢啲嘢，我會盡量簡單講俾你聽，慳翻啲時間。阿炳老豆一再提到慳時間，你有冇時間？嗰陣我真係唔知點解佢咁緊張時間，因為睇落呢度嘅人個個都咁悠閒，好似中國古代小說講到嘅神仙生活，點解要咁計較時間？當然之後我知道阿炳老豆點解咁趕，亦真心多謝佢嘅關心。我話好，請你由頭講起。阿炳老豆話：我哋呢度係一個星體。有好多種生物，我哋係其中一種，喺呢個星體上慢慢進化，直到一個階段，我哋已經進化到可以令自己嘅思想光波速自由離開肉體。我話係，你哋有左永生嘅能力。阿炳老豆話：我哋達到左永生嘅目標，呢個係任何生物最高嘅進化程序。喺我哋掌握咗呢種能力之後，我哋嘅生活有咗好大嘅改變。本來生命係通過死亡、新生嚟延續，死亡嘅生命同新生嘅生命之間，並冇直接嘅聯繫，只有唔同程度嘅影響。阿炳老豆好似怕我唔明白，講到呢度，望咗我一眼。我話我明白，呢種情況正正係地球上而家生命延續嘅情形。阿炳老豆話：係，地球上而家嘅情況就係咁。嗰陣，我哋雖然可以控制思想光波速隨意離開肉體，但係控制唔到肉體嘅衰老同機能消失。換句話講，要不斷轉換肉體，先可以達到亞視永恆嘅目的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，下次繼續講落去。如果你有其他想聽嘅故事、小說，請留言話俾我知。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。感謝收聽，下次見。